天哦！客家网站，客家语嘅名站，乜嘅食嘅種嘅？鳳石有翠石，兔牛兔兔鳥啥馬羊哎，雞尾竹對係啦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安陽之天嘞，好了，係了，記得準備要跟着一起練課語哦。好的，記者目前位於市東國小的客語教學夏令營的現場，學到了很多有關客語的東西呢。很多客語，關於客家語的那個文化，可以促進我們跟老師的互動關係。來成果發表，答數開講防疫哪裡？防疫你我他，做哪些事呢？戴好多眼淚，做眼淚，等候，上課了，呼吸下嘎發。我來訪問到特別是市東國小線上教學嘅看法啵。喜歡討論的時候，方式的比喻，用 Google Meet、Jumbo。防疫期間，啲屋卡有乜嘅想法？可以學更多東西。還有學會新嘅東西嗎？看了很多書，那有做菜，要學煮菜，好煮菜，咩學煮菜？有工作天呢嘅使用。它可以啦，是剪刀哎。大家好，暑假中大家还是一起学习本土语的部分，加油喽！